联合国安理会对加沙停火决议来进行表决，结果呢，煞搁因为美国用否决权全未当通过。美国国务院是表示讲，因的立场无改变，坚持停火甲人质的释放是一定拢爱白做伙的。也那中国甲罗西亚的大赛，因是来批评美国主动飞机甲平民的伤亡放外国。另外呢，以色列搁伫个昨下晡来空袭加沙，拢总是造成15个人死亡。 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对加沙停火决议进行表决，结果一共有14票赞成，不过因为美国搁在动用否决权，投反对票，所以无通过。What it doesn't do is link the release of hostages to an immediate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And we have made clear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that we cannot support a resolution that calls for an unconditional immediate ceasefire and delinks it from the release of hostages. 这项停火决议由10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加上中国、英国、法国、罗西亚4个常任理事国加共14票赞成。决议的内容主要要求以色列甲哈马斯虽无条件永远停火，并且重新强调虽无条件放所有的人质。纽约时报指出，中面的决议确实有提到要求放所有的人质，不过美国有关坚持无同意。 真侪个批评美国无要以平民的伤亡阻挡决议通过。There is no right to mass killing of civilians. There is no right to starve an entire civilian population. There is no right to forcibly displace a people. And there is no right to annexation. 美国独家使用否决权，粉碎了加沙民众活下去的一线生机，把他们进一步推向了黑暗和绝望之中。不过，就伫联合国表决的同一天，以色列对加沙搁再发动空袭，让生死离别的悲剧继续发生。美联社记者清点尸体指出，这场空袭造成15个人死亡，其中有5个囡仔甲3个女人。 عم بكرك أبينا إيش ذنبنا إحنا إيش عملنا في الحياة هذا ذنبنا وين العرب عنا وين المسلمين يشوفوا إيش اللي بيصير فينا قاعدين وينهم كل يوم 200 300 شهيد وين العرب حسبي الله ونعم الوكيل لا أكثر ولا أقل 加沙卫生部拜三表示，自去年10月初7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43985名的巴勒斯坦人来牺牲，阁有超过10万人受伤。不过，以色列立誓讲坚持军事行动，并且表示未和哈马斯进行全无意义的谈判。另外，20日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国大使馆外口，有真侪民众组织示威，要求美国参议院通过立法。 停止向以色列卖武器，不过按算通过几率无悬。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